高雄兴达电厂进行发生爆炸，这附近的居民是真不满，认为讲台电到今拢无提出着改善方案，所以提出诉求，除了希望建立着这紧急通报系统，也希望针对着这届爆炸造成的损失，台电就要担起责任。大二细你拢也无来关心，拢无，互我迄便所，若要迄便所，就对安全无。今年90月，住伫咧兴达电厂附近的区阿嬷，一讲到9月初电厂爆炸的代志，也是心惊惊。乌南岛居民连线成员，因的厝拢住伫咧电厂附近300公尺内，因为代志发生甲呾，台电完全拢无打卡到关心居民的状况。再加上有50外间厝伫咧爆炸了后，拢出现壁损，居民初一早起做过来到行政区南国中心တင်情，提出3点诉求，爱中央给因一个交代。拢无几十名话呢，这个当头长就来找里长尔。管了都无里长啊，我里长也无咧管，怎么我头啊啦？哦，不是你告诉我们有做细胞简讯就可以的，老人家怎么办？像这一次马泰安的这个堰塞湖的事故，很多死亡的都是长者。因为乌南岛的居民真侪拢是侪岁人，若是敢若靠手机发紧急通知，居民真规袂通。居民要求紧急通知的系统甲应变一定要做好势，台电兴达电厂的机组才会当重新启用，而且厝脚有损坏的部分嘛要提出补偿做法。出面代表接电公司的经济部人员表示，中央正重视人员安全甲居民权益，因会转达地方的意见。安全的部分要安怎个去加强？我相信是所有咱政府机关，包含台电、包含经济部、包含政府机关，任何人拢袂使漏位的。针对乌南岛居民要求，台电要直接去当地甲因说明，台电用文字回应表示，会全面检讨监测系统办理防灾宣导，确保民众掌握应变方式，包括帮恶损等的鉴定甲设置监控的问题，拢会详细去做评估。记者柯家族邱超雄高雄场报道。